這hiệu熱宜蘭的大活動同晚節，今仔日是因為風颱無開，國內外這表演團體攏佇咧縣會宿舍休困。也若是台東鄉受幾兩個磚仔頭，是佇咧水枋山的黃石警戒區，將已經成有風上特例啊。不過是有真濟民眾無放心，早起閣走轉去順。台東鄉山區好休一個，部分連外車路有樹欉堵路，土石散佇路中。縣政府一前一天陸續撤離山區的民眾，這個對英樹村人佔足多，大部分攏去親戚朋友因兜。擔心雨勢會越來越劇烈，英勢村在10號其實就已經啟動了預警性的撤離，200多位的村民都已經離開了這邊。不過仍有零星的住戶還待在這裡，也有人趁着雨勢間歇跑回家裡查看。什麼時候通知你們要撤？昨天就撤了，昨天就撤了。你忘記拿東西是不是？我們狗還沒有餵，去餵一下我的狗，就準備下去。之前颱風你有下去嗎？之前以前有啊，今天沒有要下去。你有做防台準備嗎？做好了。市區早起天氣無穩，風勢雨勢無明顯，市場嘛有真濟大頭開門做生意。同晚節早起繼續休困，來自國外表演團體攏安排佇宿舍休困，真濟團員唔捌拄過風颱，感覺真稀罕。Typhoon in Poland? No. Oh, that's why we were very excited about this, but everything is fine. We're watching videos from the festival, photos, and play games together. Very nice time. 南方澳情人灣早起風影慢慢變大，不過同款民眾去遐看影，雨傘是強要互風吹去。縣政府是持續加強勸喻警戒範圍內底民眾，已經開6張罰單，呼籲民眾講風颱威脅真大，唔通過去海邊啊活動。記者綜合報道。